繼續送醫我在一場愛帶間的許多萬萬鄉，5歲係屏東縣第一隻客家氣樂保存區，都經含有19棟保持的很完整的傳統客家貨房，政府也有用資源來修整。不過，一隻傳統氣樂應該呈現用嚟嘅樣嘅文化資產，又要用嚟保存呢。地方鄉成立嘅數據工作站，愛成為三期居民溝通討論地方發展。相關公共議題嘅集體平台，來看一隻工作站嘅後生人用嚟傳出老貨房嘅故事，用嚟數據家鄉。日舒服5工作站的工作人員來到羅阿婆的綠卡拜訪，準備問老屋站的情形，都好拄到阿婆提早半年頭，大家就講到的阿婆頭擺突然做丈夫的事情。伊做是做，咱都做安尼補的，大概。我做台盤手嘛。哦。再個來到另外一間整體長老屋的人家，向前個熱情的招呼工作站的人員飲茶打水鼓。講到5歲的氣樂保存，向前個戰士。將來的展望是如何？都要按將來展望。第一個，不會保存。第一呢，希望每天也來參觀。第三個，也吃素也種雙皮。哦，也種雙皮，如果文化財，哦，文化經濟財。安尼時間呢，也來自存啦，全部的北埔，總部，也等於陸續會過來建設家園啦。向前一片講，工作人員也無條件係用相機做影像記錄，一方面準做田野調查的資料，一方面也準做沙期報的素材。透過沙期報的發行，陪向前知道在地發生的事情，還個全面的去了解同自家有關的公共事務。五溝比較有相關的是後面的第3版跟第4版，然後第3版部分是因為其實五溝水最重要就是水菌的部分，所以我們第3版就是以水菌當作就是重要的一個議題。那最後一版就是社區這裡發生的一些事情，因為我們希望它可以成為一個就是比較有時效性的一些就是新聞。我們用5歲係屏東縣體嘅登陸嘅客家氣樂保存區。舒服5工作站就是一個為到5氣樂保存同永續經營，用來同鄉親溝通討論延期鄉事設立嘅平台。呢個地方上最重要係你講到公共事務吼，我由伊咧做啲本，大家做啲參與跟平常時去討論分析意見嘅平台啦。所以我講依家工作站係你最重要角色喺睇下入面吼，亦都講。伊扮演咧，那時候都沙期嘅幕僚，哦，社區的幕僚，都講面對沙期各種公共事務啊，像沙期嘅種地方發展事情，也係有啲所在做得先，跟地方上也就都問題吼，先該整理，透過調查，過整理出來吼，變成一啲基礎認識之後，過再過來本地方上大家睇下個基礎單個，再嚟去共同討論啊，所以我共同出意見，吼，過嚟共同去決定講未來。比如講地方上要面對也就地方公共事務問題，係按年法都講，睇地方上嘅整體發展嚟講，那要有一個一體嘅方向。快木呢？很快啊！快呢？大事情從係地方嘅公共事務，小事情從係長老家起，各種大小小問題都係舒服5工作站嘅服務項目。這其實就是我們的服務的項目之一，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在這裡就是幫居民解決他們的一些問題。冇計啦，用個手杖啊，同說明啦，嗰嘢嗰段嘅老嘅家具啦，我哋可以去做簡易嘅維修啦，還是講那時嘅天氣冇平啦，所以去補一下，就睇按你一啲互動之間呢，做一個交流。透過各種互動同鄉親交流，培養感情，取得鄉親的認同，就係工作站人員提前愛做嘅事情。就是行通採茶來到中條度，蘇婆伯妹睇埋菜嘅時節也順沙打水鼓，講下中條嘅事情。
工作站人员也来到亚只嘅扫5九岁嘅采体故事。因为其实工作的内容非常的复杂，因为我们除了最重要的是，因为其实五沟水这个地方以前有人做过了建筑方面的调查，就是比较属于空间的东西。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是要针对这里的当地的人文啊、历史啊，还有一些就是伙房的故事这些。美化社区环境也係蘇府5九工作站嘅工作之一。煙泡飯店順體位表8個千定形式嘅圖和高商業主義。南從空姐漢排也規劃咗蘇府公園，增加採體人嘅休閒空間。因為五溝水其實很重要的是一些水草的，就是一些展示，就是會在這個地方。那這面牆的話會規劃，就是做一個用那種瓷磚，然後拼貼一個那個就是貓頭鷹的馬賽克，就是這個地方那展場如果設計起來的話，就是會增加那就是遊客啊，或者是其他當地居民啊來這裡就是坐啊，或者是閒聊的一個空間。工作站嘅人員如喺後生嘅角度調查老伙房嘅故事，了解長輩嘅意見，其實對亞條後生嘅來講挑戰過大。因為要做耆老訪談嘛，出嘅時間，嗰度可能攏還唔熟悉嘅啊，攏會問講，迄奈來呀，迄奈，迄萬你妹呀，禮拜攏拄到安尼問題啦，係啊。唔講迄群眾嘅妹，安尼有，就是用群眾來講，群眾的妹他感覺攏知嘅呢。我嫁來這邊真的是人生地不熟，然後又沒有朋友，然後大家都是講客家話，然後每一個遇到的阿婆阿公都會跟你講說，你既然嫁來了，你就是要講客家，就是要學客家。因為我是屬於外地人，就是跟這裡的就是其他的工作人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。那我剛來其實要打入這裡是有一點點困難性的，因為我自己其實本身客家話講得不是很好，那就是來這裡那要做一些調查什麼的，那其實剛開始跟居民之間互動其實是比較差的，對，這是我遇到最大的困難點是在這裡。這個櫃子。好，那我們就把它載回去那個工作站那邊修。重要景點都把它畫起來，那有這種方式。雖然有困難，不過也得後生嘅要用伊哋嘅熱情和動力，為5九水帶來發力。北京母豬看5九起落嘅獎，義工詳細聽阿公阿婆講故事，佢會在個屯5九水感動人心嘅故事講出去，向下來蘇府老祖公留下來嘅文化資產。